喜欢蓝色系的空间吗？今天我们要让你看的这个房子呢，屋主本身很清楚而且明确的告诉建制，他就是喜欢淡蓝色系的空间。通常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如果淡蓝色系搭上纯白色的空间，很多人会直接联想到它是一个北欧的风格。不过在建制的规划下，淡蓝色系跟白色系可以呈现出另外一种让人进来觉得很舒服的减压空间哦。擅长美式简约等居家风格，结合机能与美感的设计，这就是幸福魔法师周建制。老实说，今天的屋主真的是一个非常阿斯达里，而且清楚自己要什么东西的女性屋主。她进来就告诉建制，空间不要女性化，她就是要一个比较有个性，然后淡蓝色系的空间。是因为这个地方它的空间大约是35平，那35平的空间除了3个房间，我们有一个开放式的书房，那再来就是屋主他很清楚，他想要的是一个比较减压的空间 ，OK， 一个比较现代简约的减压空间 ，OK。但是他想要有那种北欧风那种比较舒适的那种淡蓝色的感觉。北欧风格，但是今天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个略带现代感的空间，为什么？因为它的家具，我们在挑完家具跟饰品，特别是吊灯、灯具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空间就弄得比较偏现代的感觉，但是它又是一个比较舒压的一个空间。屋主的很多朋友进来之后都很喜欢这个空间，然后听说都不怎么想回家了哦。那这个空间当中，因为屋主的需求可能它的人口数没有这么多，可是呢，这个房子的机能性真的很强哦。是因为我们有庞大的书柜，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储藏室储藏空间有个储藏室那再来就是有很多的譬如说可以放红酒柜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一样有足够的餐厅柜，那再来就是我们在厨房跟餐厅中间，我们做了一个小吧台。好，那这么一个空间当中，除了让你可以舒服减压之外，它实用收纳的机能也非常的强。至于强在哪里呢，就要请建制一一带我们去看看咯。其实要营造一个减压的空间，它必须从玄关开始就要把这样子的氛围营造出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新房子的装潢，所以所有的格局呢，其实都是在建制的脑海里一手打造的。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算很宽敞的玄关所以我们在一进玄关的时候，我们有做玄关的收纳之外，我们还有做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屏风。那我们的颜色尽量是用浅色系的。我们这个玄关的屏风的这个材质，它是用木纹，然后我们就把它喷白的处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白色，但是如果近看，它会有略带那种木纹的感觉。那这种木纹的感觉，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比较放松一点。而且它的玄关屏风在采光穿透的部分，你也选2种不同的玻璃去呈现。因为用2种玻璃可以让这个整个效果有变化。那其中有一个是瀑布玻璃，这个瀑布玻璃它可以让这个光线你会觉得更有折射的那种放大的感觉。OK。那左侧的这个鞋柜，我们这次做的比较深一点，是因为其实建商当时预留在门的后面，它的深度是比较够，所以当我们鞋柜比较深一点，如果鞋子稍多，可以放2排来使用。你知道这个空间当中，我还蛮喜欢玄关的天花板，因为它真的不用花什么木作或者是工法，可是它出来的效果真的不差耶。对，因为我们从玄关开始的一个小小的主灯这个主灯都是挑比较有设计感的世界的明灯。那这个灯它所打出来的感觉，它是比较像一个像太阳光芒那种效果，对，万丈光芒的感觉。那这个效果其实，如果你在整个空间的灯光都暗下来的时候，只有开这盏灯，那感觉那个味道会更不一样。所以它天花板不用复杂的做，可是选到一盏有光影的好灯，那么休闲减压的空间就会从这盏灯开始咯。每个家呢，一定有它的一个精神象征的主轴。那这个家的特色呢，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对它电视主墙的素雅，可是它的颜色会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因为我们设定是比较休闲减压的一个空间，那在客厅的部分，我们就希望让我们的眼睛，就是在看到电视主墙的时候，它不会是那种很杂乱的感觉。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就把屋主想要的那种特殊的那种蓝色，就把它展现在这个客厅的电视主墙。那的确这个蓝色会让整个空间它的主轴跟那个氛围它是比较舒适的。而且特别一提就是，我们在挑选这个时钟的时候，即便是一个时钟，你可以看到客厅的电视墙的上面的这个蝴蝶的时钟，它是一个纯白色系的，它配合这个主墙的蓝色，那搭配的效果就很好。可是这
个墙面看起来干净利落，然后很完整，几乎看不到什么线孔、线槽之类的东西耶。因为其实屋主不太喜欢琐碎的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让简约风的电视主墙是有主色系。再来就是它的线路其实要收得很干净。那怎么样收这个线路？其实我们都已经把所有的电器的线路都已经买好了，把它做在这个电视主墙的下面。那其实这后面我们有封一个板子，然后把这个线都配好，所以看上去它的颜色是舒服的，然后空间是不会有一些小细节或是杂乱的地方，让你去挑剔这个主墙面，它就是一个完美的墙面。接着我们要来聊聊这个房子屋主的品味，我觉得他的品味真的很好，他知道什么样是简单当中呈现东西的美感。因为其实不管是挑家具、挑地毯，还有连这个沙发的布的颜色、材质，包含沙发边机的一个小灯，我们的一个挑选都是有经过讨论的。特别是这一张边机好有意思哦。对，因为这个边机其实它下面是腾空的嘛，因为下面要放一个重低音。下面你看下面白色那个是一个重低音的装置，我们为了要放这个重低音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挑这个茶几。而且这个茶几很特别，它是旁边是一个黑色的玻璃，但中间是透明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灯跟这个玻璃它所结合的感觉会有个反射面，所以晚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让这个空间放松，就只有开这个边机的灯，只开这个灯，对不对？还有这个客厅的中间这个灯，就营造出这个客厅比较放松的一种氛围。虽然说今天这个房子是新屋在做装潢，在格局上面呢，我们还是要小小的变动，才可以让空间这么开阔。我们就请建志去看一下好了，格局到底动在什么地方哦？这边嘛，对不对？在这里。这个房子动格局的地方不多，但是我身后这个动的是很重要。如果没有动这个格局的话，现在镜头是看不到我们两个，我们是在房间的里面。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一个书房，那原来建商给我们是一个封闭的隔间，那这个封闭的隔间，我们会觉得让这个餐厅跟客厅是分开来的，而且好小哦。对，你会觉得小。那其实因为反正这个房子有35平，而且目前已经扣除这一间还有3个房间，那所以其实是房间数是够用，而且屋主只有2个人要居住哦，所以我们就尽量让这个地方的餐厅、客厅跟这个开放式书房它是融合在一起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个隔间打掉，所以这边的墙面拿掉，这个墙面拿掉，这个墙面只拿一半，对不对？对，这个墙面拿掉之后我们用一个木座去把它做一个包覆。那这个木座的隔间的包覆里面可以跑一些线路，刚好这边隔间上面有一个主要结构的一个梁那梁的部分我们在客厅的地方我们有做梁的弧度的修饰。那弧度的修饰我们用打灯的方式，让这个空间的照明也比较足够。我喜欢你那个修弧的方法，因为它跟它那个带点圆弧形的喇叭。其实感觉还蛮搭的。对，那书房我们的运用方式是用系统柜，像倩宇你可以看这个系统柜，这个台面的板材的厚度有2.5公分，很扎实。那这整片的书桌就可以容纳屋主2人，他们在这边可能要看影片，又要用电脑，这样的一个工作的需求。好，其实你看它的这个书桌的桌面它一路是延伸到窗边卧榻的这个台面来的耶。对，倩宇你可以看我们的书桌其实到这个地方，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麒麟的空间，因为这边有窗户，旁边有一道小小的墙壁，我们这边就做了一个比较深的上掀的一个收纳柜，这里面可以提供你就是放一些比较大型的、比较深的东西，可以放在这边。我们现在目前身后，也就是窗下这个地方，这整个卧榻，其实你看它的深度很足够，也就是说，万一你可能一个人要躺在这边，就是稍微休息一下，还蛮舒服的。对，那我们所做的这个地方下面就是整个上掀的收纳。哇，这边就可以放很多的东西，这个量真的很大。所以书房除了书桌、矮柜，那当然就是这整排的书柜，就是要容纳整个屋主所有的书的这个收纳的需求。对，那其实这个书柜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它的背墙我们是用刷漆的方式来处理。那这个漆的油漆的颜色跟主墙颜色是呼应的。对啊，互相一前一后互相呼应的。对，其实今天这个书柜的打造，整个都是系统，对不对？对，这个整个都是用系统的家具的书柜板材来做这个书柜的设计。所以我们在设计上面也是很活泼，就是有些地方可以做 open 的，有些地方有门片。那其实这边还有抽屉嘞。这边有抽屉，对。那这个整个柜子到上面这个高度再往上这个地方的隐藏式收纳是用木工来做，木做的，所以这整个柜子就可以整个从下到上整个做到满。但总而言之，不管它系统或者是木做，你都会因为用了一个很舒服跟电视主墙一样的蓝色，让它就很协调的融在一起了。观众朋友是不是跟倩宇一样有一样的问题？那就是只有2夫妻的空间，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书桌呢？
那是因为啊，2个人，可是他们有4台电脑要使用原来的桌子，所以书桌一定要够大才行。大家看这个房子，一开始我就说过，这是一个减压的空间，很舒服的空间之外，它本身的机能性很强，所以在餐厅旁边这个空间呢，就要有建制来告诉你，你帮我们预留了哪些机能性很强的收纳。建宇，你从玄关进来，其实原始建商的墙壁是到这个墙壁，那从这个墙壁开始到那边那个墙壁的这个空间哦，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麒麟的空间，算是一个格局上的一个角一个洞，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做了一个这个门片按下去，它会弹开来，它其实里面是一个储藏室。哇，好大的储藏室！那这个储藏室是比较深的，储藏室，里面可以放烫衣板，可以放一些电器。那储藏室过来的话呢，这个侧边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放饰品、放花瓶的地方。这边用 LED 的投射灯打下来，这个地方可以设计一个像端景的设计，所以感觉不会那么的坐满的话会很压。那当然下面我们就是一样是做收纳的空间来使用。OK， 顺着这个 L 转角过来就红酒柜的这个地方了，对不对？对，其实一到红酒柜的位置后面其实都是储藏室的空间。那这个地方的红酒柜是屋主已经挑好他想要的一个红酒柜，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预留这个洞都是刚刚好。那我在想说，建志你为什么不干脆这边都帮他一起做满？因为其实我们要有灯光的效果，因为简单来讲，它的收纳已经够了。毕竟屋主还是需要有一些收藏品可以展示，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地方。它比较特殊的杯子或者是他想要展示的东西，就可以利用这个位置来把它展示出来。另外呢，这个展示的这个层板，我们做的厚度是6公分。所以你会问为什么要做6公分呢？因为其实这个地方我们贴的是比较原木材质的木皮，这是梧桐木的实木的木皮。所以把它厚度做厚，它可以达到的这个效果会比较明显出来。建志，现在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我觉得你把书房这个隔间墙拿得真的很好因为整个空间好开阔哦。因为其实除了空间开阔之外，整个光线可以从书房一直到这边，那包含空气都是流通的。我们在这个餐厅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压迫感。而且你说过屋主他们就是夫妻2口嘛，对，他没有什么烹调的习惯，所以说他也没有很大的油烟。我们也把这个厨房这个打开来变得很通透。但是我想讲，虽然人口简单，夫妻2个人这样子的空间，彼此的互动是最亲密的。对，因为可能我们在这边喝咖啡，可能另外一半在书房，甚至是在客厅，大家彼此讲话都听得到，等于是2个人一起享用这3个空间。其实餐厅灯的挑选我们都尽量是以集中的光源来挑选一个餐厅灯。但这个灯它刚好很特别，它外观也是白色的那种钢烤的亮面的感觉，跟空间很搭。对，它也是一样很现代的那种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灯很特别，它是一个进口的明灯，那它本身里面的一些花纹它可以整个反射到餐桌上面，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享受美食的时候，你会觉得灯光的这个味道跟整个居家很配合。好，你刚刚也提到过说，我们把前面那个书房的隔间墙拿掉，对不对？厨房这边的隔间墙也被你拿掉了。对，其实这个地方隔间墙拿掉以后，真的是让整个厨房的这个采光整个变得更好，当然也更通风。那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样来做个衔接？就是做这个简单的吧台。到底厨房还隐藏什么样的机能呢？广告后告诉你哦。那其实主要是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料理台的空间，可以让屋主在这边泡咖啡。然后呢，也把这个隔间墙打掉之后，这个地板的衔接遮住。OK， 了解。所以这可以遮住这一面打掉墙的地板痕迹。对。那你那一面怎么办？这个地方我们就用了一个大理石，来把它收掉。这个房子呢，建志把厨房的隔间跟书房的隔间拿掉之后，这样的感觉是穿透的。可是我这样子看发现，这个镜面跟那个镜面也有穿透感呢。对，因为其实这个墙面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墙面，那我们做了一个餐厅柜，那餐厅柜的中间的部分，我们可以让屋主可以暂放一些电器，那中间放镜面的感觉，只是说希望让这个空间还是多一些反射的效果，你不会觉得有压迫的感觉，而且它刚好可以反到玄关中间那一块衬底的灰烬所以这样子除了横向空间放大，像我这个方向的空间也因为反射变大了。还不错。来，大家一定很好奇2个夫妻他们的主卧室会是长什么样子呢？其实那个氛围跟色调跟外面，我觉得不太一样，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主卧室的色系又变成另外一个比较沉稳，然后比较深色一点的感觉，跟外面就是有一个落差了。对，因为其实主卧室屋主希望颜色更干净，所以他在那个床头选了一个比较深色的深蓝色的壁纸。所以我们在做床头板的选择，我们就选择比较纯白色系的一个布料的一个床板。那它有点几何图形，配上这个蓝色深蓝色的这个墙面就可以让这个空间它比较单纯，但是质感是。你知道吗？它的主卧空间没有在格局更妥善规划的时候，床区、睡眠区太大了，有点可惜跟浪费耶。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主卧室的旁边呢，我们有个更衣室。其实我们让这个更衣室稍微加大。其实，在我们这个身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更衣室，它原本是跟这个浴室的这个墙面是拉到这边嘛，对不对？后来我们把它整个再拉出来一点，就是让更衣室的容纳再多一些。所以加出来的这个空间，不但让更衣室的容量变多了，那这个地方还可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端景台面。虽然说是端景，它还是可以摆东西耶。对，这上面就可以摆一些布置用的东西。OK， 好，主卧室的卫浴空间。建商已经有给了，可是屋主的需求不是他们想要那么小的浴缸，要再加更大了。对，因为其实屋主他们想要大的浴缸，可以泡澡，然后呢就会挑选了一个比较扇形的一个浴缸。那再来就是因为他马桶转向，因为他想要在侧边，在那个洗脸台的旁边侧边做一点收纳的利用，因为他们习惯在浴室阅读，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增加它的浴室的收纳空间，也把它马桶转向，而且还加大了一个浴缸，做了一个新的一个主卧室的浴室。看完了今天这个房子，我最大的感想是它有兼具到风格的部分，但是同时也回归到最实用机能面的这个层面。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先把不需要的隔间先撬除，让空间整个放大开来。我们利用麒麟的空间做了一个很适用的那个储藏室，储藏室旁边又有放红酒柜的地方，又有整个收纳柜的地方，是一个属于善用麒麟空间的部分。然后其实它还有一些展示跟美感功能。对，那窗下的部分我们又做了一个窗下的矮柜，这窗下的卧榻矮柜它其实深度也够深，我们可以人躺在上面。重点是它可以上掀，把所有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放进去。而且这整个收纳矮柜呢，跟旁边的书柜跟书桌整个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兼顾了风格，同时也兼顾实用层面的房子哦，好吗？今天非常谢谢建志哦，谢谢云。设计师绝对是完美居家生活的推手，让常年在外面租房子的屋主完成了对第一个家的梦想。整体空间呢是舒压的氛围，超强的生活机能，使用起来更方便，兼具机能与美观的设计，可以值得你参考哦。